老师平安，平安，观众朋友食饱未？观众朋友平安。咱今仔日要来讲一个什么足伟大的一个哦，君王吼。今仔日要来讲一个君王，迄个时来，伊要做国王无张地做的啦。嘿，伊要死的时候拢无消息哦，忽然间就离开。对，我去网我昨去查吼，人叫伊什么战神，足厉害的吼。因为伊去小镇拢成功对无？无迄个失败的，见钱拢毋捌输。真正有厉害哦！所以观众朋友，你知影即个始料未及吼，即个国语吼，即个台语要安怎讲？你来当来写看觅啊吼，你敢有别款的讲法咯？来今仔日有要放老师去迄个什物佩拉对无？即个是一个古早马其顿吼，一个古早一个足闹热的首都啦。即阵就变旷野。村条啊，村咱伫落顶悬翕的这条啊对无？伊嘛是个足水啊吼，诚水的一个所在吼，所以一定爱看到后壁哦。听讲最近老师为虾米要调题要讲即个吼？咱想是一个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吼，对细汉国校拢甲我共班。伊读册拢足敖的，拢第一名。是。做读书呢吼，伊是做读书。不是拢有甲我做伙吼，拢无离开，直到即阵，拢是好朋友吼。伊忽然间无啥物大病，忽然间就离开世间。因为拄着新冠。肺炎，迄个，听讲顶礼拜搁康老师你讲话尔吼。前个月啊，搁有做伙，忽然间就离开，所以我讲伊去嘛无消息呢，来无张地，所以我较想着讲，咱来讲，咱定来咧讲的来无张地是无消息。除非讲一个人离开以外，搁有是讲一个朋友啊啥啦，有时来找你无消息就离开，有哪会当安尼讲啊？即句俗语吼，用途真宽。咱看圣经吼，圣经写讲，恁连明仔载性命要变做安怎拢毋知，恁敢若梦无出现一个仔久，两边就消失。这圣经写讲恁，就是讲咱人的生命吼。你来甲诗篇遐个讲吼，讲你互我的日子，亲像一巴掌长，就是讲一个手背的长尔啦吼。我一生的年岁，伫你看，伫你看起来呢，敢若是无。人徛伫世间，只不过是空空。对即两句圣经，咱知影讲人实在是足渺小，小到什么程度呢？看起来咱像无。目年久就过去啊，两边就拢消失。那安尼人是毋是无价值呢？并是安尼哦，人足贵重，因为对后壁咱就知影后壁迄张吼，咱来看另外一张圣经写的吼。是。你看圣经里马太福音佮讲啊，讲两只赤鸟啊，敢毋是卖1分银吗？若毋是恁的爸有准，一只也袂交留底。你看遮讲较足明哦，伊若无准，连只赤鸟都袂交落地，袂晓跋落来，空中飞拢袂跋落。30节讲，就恁的头毛也拢算过啊，咱头毛算袂来，但是上帝已经把咱算了啊。所以人是足贵重的吼，所以恁无得惊吼，恁毋通惊，毋通想讲恁无路用哦。恁比遮侪赤鸟啊较贵气。讲人比赤鸟较贵气，赤鸟啊，若毋是上帝允准，一只都袂跋落去。人呢比因较贵气，当然拢伫上帝的管理内面，所以人是活伫上帝管理，毋免
骄傲啦，毋免下拜，咱谦卑伫上帝面前就对。咱知影伊的疼是长长久久吼。伫圣经就来甲咱教讲，人的一生掌管是伫上帝，毋是伫家己，因为来无张伫，去无消息。你毋知影当时，我嘛毋知影当时我要离开，但是我对即项代志无惊讶，安就对啊，着欢喜过日，因为上帝会保护咱。比七鸟仔较贵重，有无？是毋是比七鸟仔较贵重？所以讲你毋免惊吼，所以你无得惊。咱来看一个人，我今仔日特别较紧入来看一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故事。伊有哪时来无张伫，去无消息。尤其伊要做国王的时，伊是无张伫做国王的。安怎讲呢？因老爸菲利国王吼。伊可能是互伊的部下无欢喜的款啦，所以伊伫嫁查某囝时吼，伫宴会时，就互伊的部下甲杀死啊！忽然间杀死，安尼国王都无人啊，因囝就是亚历山大，就从做国王，所以伊20岁就做国王。伊无张伫啊，无张伫做国王的吼。伊做国王以后，到22岁开始东征，就是讲向东面出战。东面有足侪国家吼，尤其一个足大的国家，比国力吼大10倍以上吼，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是足大的哦，伊有哪甲伊占领占领波斯，甲波斯灭掉，佮甲埃及收入伊的国家的版图，所以伊的国家就看欧洲、亚洲、非洲3洲啦。伊的国家非常大。讲迄个埃及，伊拢毋免战就有啊，就收入来啊。对，伊就敢若甲围咧，埃及就惊甲来投降啊。伊围咧就够额，因为亚历山大伊咧烧钱拢毋捌输啦，所以你看着就惊。伊想讲好，伊拢无停啦。既然是袂失败的人，伊就一直战。伊想讲，伊要战到海的迄边，东海的迄边，世界的尽头，就讲到世界遐拢要甲收入做因的国家的版图就对。就是要向印度去啊！要未去以前，伊伫巴比伦就破病来死去，所以伊32岁就离开世界。伊死的时候。咱知影亚历山大这个人吼，伊捌讲，伊甲伊所有的财产拢分互伊的，拢分互别人，伊家己拢无半项。伊讲甲金银财宝互别人，甲5万留互家己。因为你若有5万，你就会当得到更加侪用袂了的金银财宝。伊真正是安尼吼。伊要死，伊无，因为伊破病死嘛，伊知影伊袂活。所以伊的遗嘱内底就讲讲我的棺材我的医生甲我送倒呢，这是伊的遗嘱，伊的命令啦吼。伊的医生足够的医生。较重要，咱即摆提出来讲，就爱讲，搁一项就是讲棺材吼，第一个棺材爱挖2空，甲伊的手伸出来，伸出来要啥？互人知影讲伊来的是2手空空。伊虽然遮尔厉害，遮尔牛的国王。伊个金银财宝一大堆用袂了，会当因涂骹也拢无要紧。伊讲伊连一项都拢带袂行，就是要互世间人知影讲，人的医生是无法度医病的。所以伊个你看，上帝陪伴即个人来成做即个，就是讲希腊的文化，就传到东边。欧洲、亚洲传教，传教以后，因为所有的人感觉讲好希腊的文化足好个啊，佮有希腊的话嘛袂歹呢，因这是足用的、足厉害的国家的语言，所以大家拢学希腊话，学因的文化，就将家己的宗教、家己的风俗拢放袂记进。变成一个清气的希腊化的世界。文字大家拢看有语言希腊话拢通，所以咱知影圣经吼，圣经犹太人就甲旧约圣经
本来是希伯来文，伊就甲伊翻译做希腊文。希腊文。新约的圣经直接就用希腊文来写。希腊文写的。有无？保罗伊写的书信拢总是希腊文。是毋是？但是这本圣经哦，叫做七十四译本啊，就是安尼来。咱知影圣经你若用，为什么呢？因为希腊文吼，在表现一个感情啊，一个问题，甲定睛，甲精密就对啊。一个例吼，耶稣问彼得讲：“你听我嘛？”彼得讲：“我听你。”佮问一届：“你听我嘛？”佮问一届。咱伫中文的圣经看是问三届，其实你若伫希腊文的圣经看，并毋是问三届吼，因为伊问的听，甲迄个听无共字啦。什么彼得的回答？做款听。伊的听的字无共，一款是会当付出你生命的听，一款是普通的听。咱拢讲爱的。所以讲，咱知影讲希腊。伊马其顿即个皇帝亚历山大，伊甲全世界统一的语言，结果罗马人伊虽然伊死以后，当然啦，伊个国家就散去啊。罗马帝国就败起来，罗马帝国看着因的文化有哪甲因学啦，所以罗马国有两款文字，伊有罗马字嘛，佮有希腊文的字，所以耶稣用顶十字架是你会记得袂？迄个十字架顶悬有三款文字，对三款希伯来文一款宗教的吼，佮一款是希腊文，有无是个，佮一款是罗马字，有三款，所以希腊文是一个足普遍的迄个世界，来帮赞福音真紧就传遍，所以保罗直接就到希腊去传福音。有无？第一步，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即个马其顿的即个亚历山大，即个王，是毋是上帝备办要来做传福音的路用？所以保罗到马其顿的时，当然伊用希腊文直接传福音。第一届就伫遐建立一间的教会，一直传遍到欧洲，佮到美洲，佮传到转来亚洲，有无？全世界拢通啊！所以讲，咱知影来要张离去要小时，虽然是安尼，所有代志咱毋知，毋过上帝掌管，这一切咱知影拢上帝伫即个中间出手，伫保养，所以咱知影讲，这个问题发生来要张离去要小时，是咱爱了解。你袂当为家己做啥物，当时要去拢毋知。毋过无要紧，你投靠上帝就对啦。咱今日要来看影片，因为有较长，所以较紧来直接结束。好，所以就是讲，其实咱想诶是看起来咱想人无啥物吼，一点点一下就无去啊。但是上帝讲，咱比啥物七教搁算贵重诶，连他们都算过。对，而且呢，因为即个国王看起来，咱想嘛是，一下都无去啊。但是伊是要来有比即个基督教吼，咱诶福音会当较紧传遍，较紧传甲世界诶吼。这咱都一直吼，这是亚历山大诶故乡，真厉害。对，咱即阵要来看诶是一个，伊诶故乡叫做佩拉，对无？伊诶故乡叫佩拉，较早是足繁华诶所在吼，有上都遐，就是反正咱都市的大都市啦，足闹热咧。即阵你看变旷野，迄草啊发甲足水诶花家己发，就是2300当前诶即个所在吼，即本看起来阁足水诶吼。好，安尼咱先来看即个佩拉吼，即个城市。即个佩拉。大家敢听有即个音乐？即条歌是讲着明仔载吼，毋知明仔载啥物人知吼？这看起来应该是足水诶一个城吼。一个城市啊，伊个规划有哪袂歹吼，道路诶两边有商店，
是，虽然讲即文看袂出来吼，但是看遮个石头，真水。敢若这个花佫开了足水吼。迄款叫做罂粟哦，鸦片花啊。罂粟花。伊家己会恁壁边开甲足济足水啊，足好看。花的色地袂歹看。是。即条歌是讲着明仔吼，毋知影，咱毋知影明仔，上帝知影。即个是有钱人的兜的迄个有钱人因兜的客厅啦，客厅有马赛克。客厅。甲咱即阵共款，咱拢用地毯。这几啊千年，佫遮尔清澈吼，佫遮尔水。是一个正经的图。这个叫做正车嘛。这是卖物件的所在。因的市啊，因的市场啊，一间一间的商店。一间一间的卖物件的店。佫真济吼。真有迄个。我看到这就想到我去迄个意大利的庞贝城，嘛是安尼，剩石头吼，佮剩一个，这个是城墙。亚历山，土耳其有一个亚历山大城哦，古早叫做拜占庭。听讲这个看过去，迄个帖撒罗尼迦吼，这人间甲来讲伊的故事啦。这拄啊伫迄个，咱知影伫拄则迄片的边啊尔，这个城伫边，因为发生地震，所以迄个，咱当时讲的吼，亚历山大的故乡就麦林托卡。因为地震，所以迄个佩拉华麦林托卡。后来佫甲挖出来，即摆人口就拢来伫即个城市啊。对，即个歌就讲着咱知影吼，咱基督徒知影讲啥物人掌管明仔对无吼？敢若上帝会当带咱经过明仔载。虽然咱毋知影讲，咱明仔载是安怎，足侪人吼，可能足侪朋友。古城的声唱足悬吼。是，有可能，嘛是看无着明仔载吼，足侪人可能嘛，因仔佫看好吼，明仔载就是无相时，来嘛无中。咱今仔讲的吼，来无中伫，去无小时。对，今仔日真欢喜哦！咱的老朋友拢来啊吼，美秋、明辉、美华，还佫有新朋友雷蒙吼，多谢恁吼，还佫来捧场，还佫有伊无写名伫遮的吼，阮拢知影吼，有你的支持对无吼？阮会当继续吼。佮即个节目，嘛欢迎你会当介绍佮较侪朋友，会晓讲台语吼，来看咱做伙来讲台语吼。
用台语来讲圣经。所以咱即个节目是台湾台人信教会林老师泰国启蒙基金会联合主持每礼拜一的下暗，台湾8:10分，太空7:10空中再会。欢迎观众朋友，你会当写来讲，你有想要了解什么会代志，倒一句话吼，捌的，你拢会当写落来，互老师知影吼。嘛，多谢老师去翕遮尔水的一个什么古城吼。安尼后礼拜搁继续吼，要来看老师，搁要来甲阮分享什么哦。好，安尼多谢老师，大家平安，平安，下礼拜再会。去甲家己试赞一下。